王明金水兵，害我听了非常兴趣，杀他个落花流水。好，以后有你赏品。9夜伺候9夜伺候。举公。
想本宫后宫了。九花妹，你当仔细出来做什么？本龙哥，仔细记住小言行，将我江兄藏清静。等30岁入万千，精彩神剧。快是的，新荣哥哥，请公你小来我解决谁路了心。儿啊，他们给你带来一些礼了你。哦，父王什么礼吗？父王，天机不可信赖。这玩意什么天机？李老祖抓到一名奸细，带上来。尽管到国王这里来送死，就得将他乱箭射死。对，射死他，射死他！来，有拉他去乱箭射死，死去来！父王，请让娘我来试试弓箭可好？好，退下去。是。哼，哼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你死到并退外小什么？我想我自己写了言经，此话怎讲？才下九个郎主心外胜利，就言上看，天下人心向王子，而今我脑子里头郎主不问青红皂白，把我当作奸细呀，乱箭射死，这不是我写了言经。从今以后，我要才过来投奔郎主啊！父王，你看他面色交往血肉已经，文明群有30个字啊！是啊，你是何策？我又要来投奔国王，郎主永别。放心什么？
也是这样想的吗？你休想忘得过过去。也罢，事到时间，我唯有一死，以明心愿。父王，父王。他是你产的那头泪，在我一时灵魂断尽。好像此时从才华，岂不是起了流泪水？既然有非不用他，他今流淌永远生。有非怎断他做的往事，两中谁？父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在下希望你做好，此今你是金王之子，不就是你一个名字，你就叫做土生儿，举子中诚意行在郎中，让将士们都看一看有必的长城。可是不谢天下。看来宋朝气数气，有非情结落人因，将士自为君心宽，休难辞。到发
粉龙哥，九凤梅，粉龙哥，九凤梅，粉龙哥，你问我一谁？我是他的来信，姓什么？铁鸡。哎，你这个人啊，真是急性子。等到明天，谁什么都明白了呀。那我今晚就睡不着觉了。反正礼物是你的，你问他他到了。真因为是送给我的，现在就给我吗？哎，你呀，比以前还还仔细。来，好，你把眼睛闭起来。哦，我要把眼睛闭起来。这是天气嘛。好，闭起来。太快水不灵灵啊！不快就不快。
到本上，一天，一天还好的，好的，你们呢？你们这话是怎么吃？
论朝臣对丹口文方相亲，请臣我一礼。他娘，我对你是不天下不在，你快走嘛！他娘，你再不走，我就叫人滚你走！他们颜色变不求去，见着刚才欲却不明。他不怒气，我心我很心。他令我怎么偏长街？名字哎，此事不由得他了，我真要找你，可巧你来了。天下有何吩咐？听说你会说书？是啊，我要听你说书。怎么？天下也喜欢听说书？等会你随我进来。是。是你呀？啊，殿下，我来了。哎。是你呀，我把苦生儿带来了，带他来做什么？叫他来说书，他会说什么书？有什么好听？是你呀，你光着为我操劳，听听说书解解闷，哟，不可啊！我不要听，是你呀，殿下，你军务忙得很，叫他走嘛，听上一顿，再叫他走。苦生儿，你啥能使得四娘混心，重重有伤？殿下，好说我肚子里可多着呢。四娘听了，定然欢喜。我不要听。殿下，那就改个再说吧。哎，接着来了，就是吧？真的，天下说不成了啊！怎么了？是书可不能缠着你。那么你就坐下吧，再赏你一张桌子，好好的说。这是多谢殿下。哎，请问天下喜欢听文的还是听武的？我是有爱听武的，是纯是听武的。喜欢听真的还是听奸的？我爱的是真如此光明磊落的忠贞，恨的是卑鄙无耻、风尘狂马、阴险毒辣的奸臣，是纯是听忠的。你以为是忠的？说的是忠还是奸？四娘听了是为明哈。那你快讲。好，那我就是一位挖了马4年家乡的故事。哦，马挽为思乡。是啊。怎么了？这是说书的规矩吧？免了吧？是免了吧？怎么又来了？免了吧？道德三王五帝，功名压头少罪，且用我把闹成球，请客兴亡无须。情思几行明心，茫茫无数黄泉。前人中体，后人手，是什么龙争虎斗？才日年怕，语不动言，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。这就是他宋朝真宗这位
叫华流，唱只有一场，高不才有前台不能进对黑黑难出少岁，貌似同是敷衍，他是引起的牙嘴爸爸，真是个气在风，快子兵呀！真是一片好嘛！那是真宗天子这位家前有一种良，名叫杨延昭，他真守三关，不过效仿于尊律法，与杨元帅结下冤仇。那不过根据我宋氏奸人王庆要掩黑杨元帅。有一天真宗临朝，王庆再命天子将瓦砾宝马连连夸奖，使得天子龙心大悦。问谁能夺得此宝马？王庆最高非元帅杨延昭不可。于是天子就命杨元帅去讨他。王庆本想加持害死杨元帅，那时杨元帅手下有个人，他将名叫莽亮，他偷的令箭前去讨马。莽亮闻见反报，不到3天就将此马逃回南朝，献于万岁。好啊，莽亮这过程真是好不理。唉，可惜呀，是可惜。可惜什么？天下花柳是那论道来，终策不成了谁？灭亡不过三生家，问我是色彩难得，他娘只怕有些人还不是马呢。哦，你也这样生，这是何方啊？谁叫你他这些野娃？快往下射！是文了啊？是文了。刚这个好吃水文了，正让人扫兴。天下不必扫兴，我还有一段热闹的书。哦，还有一段热闹的书。哪一段？打破陆安镇，打破陆安镇。是啊，他娘打破陆安镇。可生儿，你以为这段书吗？这段书是个真纳税，是娘听了是为明白。师娘，你是怎么知道这打破陆安镇的啊？我从前听过的，既然师娘听过，夫人儿你就我一个吧慢。天下这打破陆安镇热闹得很，今天我都要听一听夫人儿是怎样写这段书的。打破陆安镇真也那么好听啊！这位蔬菜中原谁人不知，何人不晓啊？是此事来，我是非听不可，非听不可。那你快讲。天下先将纸笔一用，有纸笔何用啊？我有个秦中图。秦中图是啊，天下观瓦听书，更加有声有色，仿佛身临其境呐。哦，身临其境。好，那你等着，我进去给你拿纸笔。还有这是苦成人了。苦生儿，你他娘，只有文龙他来受救，又有在得知文龙乃是罗登将军之子，有心斯文，我事断必帮，再让金陵，有心劝说文龙归宋，王师娘的灭相。我将军，夫人儿，夫人儿，你快些往吧。是。
将军，我走。他这个是的，那个不一样是他拿到拿到死掉，等我这个反方死掉的，对，就是他的不一样。宝在我就会
之气若浮沉。这下跪的金榜大将又是谁？金榜郎主愧中了，师父啊！这外邦边儿的主人又是谁呢？殿下，殿下，他就是我。那你外送的婴儿，他就是那登将军之子，天下你呀！天下，秦王生。文龙满军四中马前，16年春生一年，若将军是你亲生母，若夫人是你母亲生所言，怀中婴儿是你母亲将你托付我身边，我责他将你入到我的，不与你冷落异乡16年，这16年我红白身做良民，为的是保住金大钱，王将军为你举剑放自身，他为了你貌似长不危险，今日是中啊验真情配龙啊，你盼不能真的为我恩人，念出罪为孽，为那千分大判真情。
啥不是四娘兄妹，土着
文龙，你做什么？九方妹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你不能见他，为什么？难道你忘了生仇他恨？他不是我的仇人，可她是你仇人的女儿，仇人的女儿。一句话分开情我仇，一把剑分开心和望风前去。王将军正在抽验马匹，以便他为宋营叫你暂且掌令。你在见他，岂不入了马厩？那父母怕你，不可因小杀他，万事不见为好。那军方来了，他来了，与我你死了，文龙，快去扛下。公主到哪里去？到里面去
本龙公，你凭着神枪是莽夫，怎为一般遭平我？穷方人听今日之只怕高过人哎呦，风云群可有别物，再要成家所与夫，上阵上将不提手，不落平川门内后，遇老爷们来托谈他，不想昏昏沉沉哪一路，开满手里秀才衣，英勇之堂凭栏目。粉龙哥，你放心，全方我会天天过来看望你的。粉龙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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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我曾认得你。没有什么，只因我身为大将，不能出征，故而心腹不夸。你一定是有心事，不让也在我身。哼，人家好心好意来看你，为你出钱，为你行酒，你却不与我说真话。我还在这里做什么？早就被追了。九凤梅，做什么？我有一句话，什么话？我不是你的哥哥。哎呀，谁要你做我的哥哥？我姓罗，我是你姓罗，叫罗文罗。还小弟，九凤梅，我和你什么？永远永远什么？永远不能在一起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一幕长赋沙场，江风大战，风云难测。你不要胡说！你忤逆朝廷，谁还能缺得上你？九凤梅，我万一离你而去，你今天怎么了？尽是媳妇啊！告诉你，你是真的真良，那我也要和你一起一对。九凤梅，文龙哥，你可知道我的生死乃是殿下，请去呀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拜拜。殿下，你不要忘了，你有平财神，真能神心，快去养吧，去养啊！郎主驾到，副队也好了，你怎么平了我？他是何人？
老祖上门道，拜见老祖。命你为殿下起身拜天，怎么也行了？老祖。臣子殿下上有礼，无人祈祷高升礼。天下美事非凡体，须用宝马做祭品。四季苍天不缺牙，定能治病保婚姻。军中转马七千难，生意将顺走几品。必有浪子胯下军，才能为天下祭天神。阿呆，郎中保举四大好，同时地策千里，把尊杀郎从军中，论人下以公许。郎主，人生爱心真。杀人一血已沸腾，二君此人才面前。
不忘秦王祭坛，祭thần拜天。我也不忘给王亲。父王啊，父王，你放心，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明天一早，我再来看你。喂，明天一早就放。父王。明天一早，明天一早，明天一早。本公，你难道忘了不存家恩？难道你忘了臣子祖父啊？不存家恩，臣子祖父，我没有忘记。爹娘，爹娘，不存家恩，臣子祖父。不，接下松饶百姓等着你，有飞元帅探查你，宋朝将有飞将军，愤怒，你要速决速断了，速决速断，速决速断。明天一早我再来看你。明天一早孩儿啊，区区转马不足为奇，你玩个安心养平吧。孩儿啊，就放孩儿啊。文龙，你要三论情事，不能因笑色他。文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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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文龙。我连颗休书之日无法送到啊！我用剑曾和眼神往送一好，这就去办，又快又好。原来是军师，深夜到此有何回关？奉郎主之命，守夜于天下。我老军师亲自送来，请教请我。郎主吩咐必须面交天下，我有几句话要交代天下。殿下已经随下了。殿下已经随下了。哼，军国大事你全不清楚，还是我死军进去。军师，传进去。
夫人儿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这殿下是书，你殿下是书，殿下评了是什么书？殿下写了听什么书？来，有，把他们一起带走。是殿下的营长，你们才对付为。哼，带走。是，我是你们不理。文中藏来话，内奏必有一气藏。这都是你亲眼所见，亲眼所见，亲耳所闻，亲耳所闻。难道国王真的重要他的苦牛计？难道文龙他？皇祖你压在帐下，请郎主严加考分。他能看断自己要必报，难道万他考分？四娘，你这我们做那罗文龙时，他从中主了，被杀死了。什么？被杀死了。你为了国王，你打死了我！打死你在里头，把国王16年的恩义都看穿了。梁主如军师子女王中跟住殿下，他将一封结束什么才下送皮？看得清，看得清，算得真，千真万确，不敷衍。老主，因何发现？笑在笑，16年的心血毁于一场。此末将斗胆成营，皆知皆责，何必当初？你哪里知道？哦，不听他无，一丝不到其堂三公，纵你光胆，故言他强暴儿，听听暴乱毛惨惨，白总理将一股造子天下，他兴邦应生意。
你休得躲我，快为咱歇歇去吧。别人的事我不管，反正我的事我随时要管。你不许存心！哼！哪里去？走哪过去？残忍！就放粉龙行动，恐怕已经没有你这个妹妹了。主啊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他不是金榜之才，他是宋朝大将冷淡的儿子。乱箭射死他，绝不宽容。我做可莫因将士多不是他的对人，这岂非放虎归山？忠报，历经一看相成神，不是用来逞强。罪人不是我的罪人，他是你的仇人，他如落灯，就是你的杀父仇仇。他如落灯，就是你的杀父仇仇。你不是我的母亲，那我的母亲就放，穷放。
怎不想见马不离婚，家境清扫，做那肉本肉，死要见人，死要见死。我应家子，怎不想见马不离婚，家境清扫，做那肉本肉，死要见人，死要见死。我应家子，怎不想见马不离婚，家境清扫，做那肉本肉，死要见人，死要见死。君
你是来抓我的，我不但是来抓你的，我还是来报仇的。你是来报仇的，我要报杀无之仇，杀无之仇，落分了。什么年有多分乱子？我无功曾有清规，你不曾当头放弃，我无中间鲜血。苦悲我无曾相思，而今女儿报复仇，进户望去。哦，他不是我的儿子，我就不见他。我问你，你来自张层层，无人请心来抚养，无人叫你去上墙，无人使你用想，一丝一丝心里心，张张天天思我，一丝一丝想一想，两月子金钱帮。我问你，红尘青草中原地，红尘绝于宋家邦，红尘东家乱世，红尘天下，不家困苦在四
心不愁，相邻大地人诉衷肠。风雨可变，心生凉。不与情景最匆忙，有才子啊，才子从相见。有喜有惻怅，有诉衷肠，两心紧。恰似高举清风行不妹妹啊，你的心如真情无奈是那不愁家恨做高墙。苍岭过，天边望，打开一梦过，一方莫一醉醉更深，无心它更凄凉。生不自病不解，无量乱世只遭风龙宫。九方来人，原谅我不辞寒冰。哦，本龙宫，九方的心是属于你的。你要回去，又会到哪里去呀？死去的故人，为道中药，西藏燕去。你的燕去又在哪里呀？
长大的，你的义举万事才尽吧。我是喜欢你的，父王他总是秦王将军杀我父母的仇臣，是君思娘有死于他身，我与他哀痛一切了。我还是应该为他，我侧身的提防去。你
你这个忘恩为己、恩将仇报的畜生！你现在父我失落你的养育之恩，你就饶了他吧。罗文龙，父王，你若如此一谈，去嘿儿呀我不行。